黑厂，什么破老板，这个厂不做了，半年了就给我发2800，真的气死我了！我说你干嘛了啊？我在办公室都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，我以为有人在打架呢啊！老板，我就在这里发泄一下情绪，你不要管我。你发泄什么情绪啊？那纸箱子得罪你了啊？老板，纸箱子没得罪我了，但是老板是黑心老板。我怎么黑心了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老板，我在这里干了半年，每个月就给我发2800，你说你黑不黑心？每个月发2800什么意思啊？那每个月工资报表都是我审批签下去的啊，没有说哪个员工的工资低于3000的啊，那低于5000的都没有。老板，你在这跟我开玩笑了啊！我每个月确确实实拿到手上的就是2800，我表姐给我拿回来的，给我发的。表姐给你发的？是啊。我们工厂的员工每个月工资都是按时按点打到员工的工资卡上，怎么你表姐给你发的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老板，我刚来的时候，我把我的身份证给我表姐，给我办那个工资卡。后来我表姐说那个工资，我的那个身份证有一点问题，办不了暂时，所以就一直给我发的现金。你表姐给你发了现金？是啊。那我表姐不可能骗我吧？她从小对我可好了。你这样吧，我把你表姐是谁呀？是？我表姐是王芳。王芳，那个王主管是吧？是的。你这样，我把你表姐啊，王主管，我给他叫过来，我当面问清楚啊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喂，啊，助理，你去把那个4号线的那个王主管王芳，你叫到这个我办公室这层楼的走廊上这儿来一下啊，赶紧的啊，好吧。行，你表姐一会儿就过来啊，待会儿到底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，不可能发现金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不可能？我找半年了。哎，表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干嘛呀？是这样啊，你表妹说半年了啊，每个月又没发工资到工资卡上，发的都是现金，而且每个月只发了2800。我们是吧，基层员工是吧，过来实习工资都至少5000以上了啊，怎么才2800呢？而且说是你发给他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，我还以为有多大个事呢。那她不是我的亲表妹吗？她我看她年纪小，然后我怕她乱花钱，所以每个月就跟她发2800。那剩下的钱我就跟她存着，到时候年底给她，到时候给她爸妈也能办一点事儿呢。是的。不是表姐，你跟我说的是老板给我发的就是2800呀。